后来这是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来提案，讲公司报道无公道，戏剧过来篡改着历史，所以要甲文化部补助公司的23亿的预算全部抬掉。这是引发着文化界的大反弹。今仔日有几来导演甲编剧到立法院来抗议，甚至甲陈玉珍爆发着口角。国民党团的副书记长王宏维出面来说明，讲删除23亿是陈玉珍个人的提案，党团最后协商的版本，敢若会删减1%，也就是2300万。捍卫台湾影视命脉。由报条花口号，包括导演陈世杰、编剧王小弟等等，这影视剧导演、编剧拢来到立法院议场头前，全是因为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进行提案删除补助公司23亿预算。今天我们会来，不是因为他删了这个23亿，让我们更愤怒的是，他侮辱了我们影视人员。就伫咧记者会前夕上尾阶段，原本徛伫咧边的陈玉珍所形容听不做。居然就删了50亿的文化预算，陈玉珍就是文化杀手。你的组织还没过来，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搞中国那边的组织，你才用意识形态。两边拉起来，不过到底敢有删除预算？陈玉珍来讲真相。删的不到，应该是0.3%吧，就是不到3%啊。然后民意代表难道不用监督预算吗？我认为我做对的事情。陈玉珍委员个人提案确实有删除政府对公视的补助，我们最后协商的结果删除1%。党团干部到三港工会，经过内部协商讨论，改做删减1%，也就是减2300万，就惊外界误解会愈来愈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